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花莲的马大安溪溪水涨大水，早起透早5点，巡查人员发现便桥的南边，互大水冲登去，水位一直冲起来，参警车嘛飙车，啊，大高线嘛是车路变客路，往来的车辆进退无路。 土水伫河床滚架直直冲过来，那更条啊看起来要害，连便桥的淡薄角路嘛已经逼起。马滩溪水位持续上涨，已经完全淹没过了便桥表面，溪水中还夹杂着大量的泥沙跟土石，因此现场也拉起封锁线，避免人车误闯。 马太安溪崩山湖红色警戒，雨落袂停，溪水涨起来。原地10号6点才要甲便桥封起来，不过下晡4点半水位涨悬，提早以方式封闭。1点钟后，溪水甲桥淹过，人员赶紧撤离。加长港透早宣示桥已经登去，边仔警察车接伫土梅阁袂停袂动。 技术天袂光，天色暗，搁落大雨，视线不好，油门打落就陷落去土里，就惊溪水淹过路面，拖吊车赶紧来斗三工。马滩溪水势有够急，10号下晡水位168公尺，计长港透早水甲钢条啊淹到剩1点仔，来往的车辆拢爱驶过才会当行。这一条台9线呢，它原本应该是干燥路面，但现在却淹满了积水。方向来源呢，其实就是在后方的马太安溪。短短5分钟，水随淹过路面有半个脸悬，来往的车辆进退两难，大高线嘛着坐。警方已经到场警示，就惊唔知影的民众经过会发生危险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